常常感谢，不住祷告，盼望在于你。我要全心赞美，跳舞颂扬你名，在你殿中一日胜过在世上千日。我要全心赞美，赞美还要赞美不停，一人捧领欢呼声永不息。赞美主，全心感谢，全心赞美，进入你的园，全心装载献上为祭，是最纯的果子，在你里面一无挂虑，喜乐满溢，常常感谢，不住祷告，盼望在于你。我要全心赞美，跳舞颂扬你名，在你殿中一日胜过在世上千日。我要全心赞美，赞美还要赞美不停，一人捧领欢呼声永不息。我要全心赞美，我要全心赞美，赞美还要赞美不停，一人捧领欢呼声永不息。我要全心赞美，赞美还要赞美不停，一人捧领欢呼声永不息。捧领欢呼声永不息，一人捧领欢呼声永不息。让我们拍掌，将赞美都归给我们的神。诗篇59篇17节，我的力量啊，我要歌颂你。因为神是我的高台，是赐恩于我的神。我们在欢乐的时候赞美主，我们在痛苦忧郁的时候，累到趴在地上的时候，就算躺着，我们也要来赞美主，好不好？让我们在这个时刻，我们要一起来全心的歌颂我主我神主耶稣基督你的圣名。让我们一起来唱。我要歌颂你生命，哦主，歌颂你生命，哦主，因为你生命极高配的赞美。我要歌颂你生命，哦主，歌颂你生命，哦主，因为你生命极高配的赞美。我要歌颂你生命，哦主，荣耀你生命，哦主，因为你生命极高配的赞美。我要荣耀你生命，哦主。
命。哦，主，因为你生命至高配得赞美。我相信，心可以也无可替，三个最深厚与堕落不偏离。我相信，我相信。上帝眼光拢是真，耶稣陪伴我的路引线，永远袂离开我。我相信，我相信，心可以也有何去？三条最上好的道路无偏离。我相信，我相信，上帝眼光拢是真，耶稣陪伴我一路引带，永远袂离开我。我相信耶稣是我的好朋友，伊舍己将永远我命来相思。我相信天父是我的阿爸爸，伊是在听我，伊用慈悲款待我。我相信，相信是我的安慰者，伊是叫温柔的同在来感谢。我相信，生命充满美好计划，伊旨意相随，我要一生跟对伊。我相信，我相信，心可以也有何替？三条最上好的道路无偏离。我相信，我相信，上帝眼光拢是真，耶稣陪伴我一路引带，永远袂离开我。我相信耶稣是我的好朋友，伊舍己将永远我命来相思。我相信天父是我的阿爸爸，伊是在听我，伊用慈悲款待我。我们可以把手按在我们的心上来唱。我相信，相信是我的
相信，我相信，你就是阿爸爸，你听我做，我相信，我相信，我相信，上帝我就是阿爸爸，你听我做宝贝。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你的宝贝。主啊，你用各样的生命经验教导我们，好让我们的眼目能够专注于你。主啊，你教导我们的功课，就是不管我们在完美的、正确的生活当中，或是充满错误、充满失败的生活当中，我们都仍然能够重新回来寻求你的心意。因为主不是要我们做完美的人，主不是要我们做都不会犯错的人，反而是当我们在痛苦、逼迫、忧郁、焦虑里头，主，你更让我们惊艳到你的恩手如何引导我们一生的道路。我们恳求你的话语今天进入我们的心，安慰我们的心。我们恳求你的声音，你温柔的慈爱的声音，在我们悲伤哭泣的时候，我们都听见从你而来慈爱的呼唤。我们这样子感谢祷告，乃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各位请坐。现在我们来读圣经。只是我先前以为对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的缘故而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已把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赢得基督，并且得以在他里面，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而是有信基督的义，就是基于信。从上帝而来的义，使我认识基督，知道他复活的大能，并且知道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或许我也得以从死人中复活。腓立比书第3章第7到第11节。愿上帝的话时刻深刻在我们的心。今天要为我们证道是本堂的林耀兴牧师，他所要分享的题目是安逸跟苦难，将时间交给牧师。弟兄姊妹平安。我们一起同心来祷告。我们主满心感谢赞美你，照着主你的信实，主你自己亲自这样子告诉我们，主你永不离开我们。好，让我们在面对着生命当中的，不管是在顺境或逆境，特别是在我们的在困境的当中的时候，主我们仍然能够靠主来得胜。愿你的灵这时来运行在我们的会中，主你自己将你自己的话语来光照我们，让我们真知道主你话语中的大能跟能力，使我们能够靠着主你来得胜而有余，并且让我们天天都领受从主你来的祝福、能力以及束缚。我们这样子祷告、感谢、祈求，奉靠着圣名祷告，阿们。我们上个礼拜有分享到，就是有关到就是愚拙以及智慧这样子的一个主题。
那我们在这个主题当中的时候，我们特别有提到，就是上帝拣选的那世上愚拙的，为了要使那个在世上的这些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为要使强壮的羞愧。那最后我们有谈到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以你是我的老师这样子，我们来彼此来相对待。我们要把我们自己当作学生，用谦卑来对待别人。那么圣灵就在我们当中成为我们的老师，就能够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来实践出来。圣灵从我们的老师，就开启了我们的整个的双眼，使我们能够从别人或是从我们的环境当中能够有所领悟，以及并且去学习。那我们与人之间的这些问题我们也因着圣灵是我们的老师，我们看对方都是我们的老师，我们就能够跟人之间的问题就得以解决，并且彼此之间的关系能够更加的坚固。当人人都是别人是自己的老师的时候，那我们就愿意来放下我们自己，那彼此来学习，那圣灵就在我们当中来动工，那并且带下那合一跟和睦。那接下来我们要谈的另外一个主题跟我们也息息相关的一个问题，就是苦难观。那安逸好还是苦难好？这是一个我们常常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会问的问题。当然是安逸好，没有人喜欢苦难。可是我们要知道的是，苦难在我们这个世上，我们常常视苦难为是一个不祥的，是一个不吉利的一个遭遇所以说我们遭遇苦难的时候，我们常常会有人说你这个是遭天谴或是说你是被上天责罚，真的是这样子吗？那华人有许多的习俗就常常与这个赶走苦难去除霉运有关。那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这些一些民间的这个宗教里面我们会有什么？有算命嘛要趋吉避凶。那我们就在这个当中，我们就要怎么样去改运命不能改，只能改运那我们就期待说我们能够不要面对苦难。所以我们就可以发现到说有好多人他要用尽了各种的方法，那结果他在无路可走的情形底下，那最后人家说，那你既然什么都拜了，那就只剩下一样耶稣庙耶稣庙还没有去那你要不要去拜拜看所以就因为这样子，有的人是因为真的到最后他走投无路了，他就来信耶稣。那期待的还是一样，就是期待他的困难能够得着解决，他能够度过他所面对的这些苦难。那有些的基督徒他在面对着这个苦难的时候，他也是一样抱着一个避而远之的一个态度，甚至就是说，当我们面对苦难的时候，我们突然就会对上帝产生一种怀疑，以至于我们失去信心。那我们对待苦难的观念，会直接影响我们在苦难当中的一个反应跟我们的一个决定。那还有包括感觉以及我们整个人的态度，都并且会因为这些苦难，我们甚至会采取一些的策略跟我们的行动。但是圣经当中对苦难的教导跟观念是什么？是一个我们需要好好的来去看的一个事情。苦难是每个人的必经之路这个我们要在耶稣他直接这样子讲，他就说：我所喝的杯你们要喝，可是我的左右不是我能够试的。有没有？在这个地方耶稣说我所喝的杯，耶稣的杯是什么？十字架的杯所以当我们说我们是基督徒，我们要跟随耶稣的时候，那耶稣所做的，耶稣所经历的，我们要不要经历？那耶稣他所经历的这些苦悲，我们要不要经历？我们仍然要经历。可是耶稣的复活大能，我们要不要经历？一样要这是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我们不要说我们的生命只有经历到耶稣的苦悲，结果后面的没有了。那这个不是一个基督徒应该要有的一个生命。那所以
我们在这个地方啊，就你看，就连耶稣他在这个世上，他都要面对苦难，不是我们要去自找苦难，要记得不要说那耶稣说这样子，那我们就自己去自寻烦恼去找苦难，不是，而是怎样？是我们必须要有与耶稣一同受苦的这样子的一个心态因为我们既然是上帝的后嗣，跟基督同作后嗣，所以我们既然跟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所以我们必须要对苦难有一个正确的一个观念，使我们不会逃避或是惧怕苦难，反而是我们能够去勇敢的来去面对，并且更重要的是战胜我们的苦难。那在圣经里面有好多的这些安定跟例子，苦难的例子。那到底安定好还是不安定好？那我们在圣经里面的这个例子里面，我们直接就来先看，就是亚伯拉罕跟罗德的这样子的一个记载。那亚伯拉罕跟罗德他们在得着上帝的祝福，上帝祝福亚伯拉罕。那罗德是他的侄子，所以就跟着这个叔叔，那也因此得着祝福。最后他们的祝福就是他们所在的那个位置，他们已经容不下他们两家，所以呢，那亚伯拉罕就对着罗德说：我们是家人，所以既然我们不可以相争，因为亚伯拉罕的牧人跟罗德的牧人他们相争，所以彼此相争的结果。亚伯拉罕就说：“你往东，我就往西；你往北，我就往南。”那所以他在这样的情形底下，那我们在圣经里面说什么？罗德他就举目哇，看见这个整个约旦河的整个平原，哇，真是好啊！水源充足所以他就选择了这个约旦河整个平原这个人真是一点都不谦虚这个叔叔跟他这么讲，你往东我就往西，他真的就很不客气的，他就选了那个最上好的这个跟我们华人的这个谦逊这个长辈怎么应该让长辈先选没有嘞，他先选的而且选了那个最上好的但是罗德他过着很安逸的生活。他那个生活，而且他知道说，索多玛那个地方是一个很繁华的都市繁华的亚都区所以他就时不时听说那边比较好，然后我继续往，就一直迁，最后就住到索多玛去了。那索多玛是一个在上帝的眼中是什么？是一个罪大恶极的一个地方。所以呢，那结果他就在这样子的一个看起来好像是一个很受祝福的，可是因为它是一个罪大恶极的地方，上帝就差派那个审判的天使来到索多玛，决定要发现这当中连5个义人都没有，所以上帝就决定要灭索多玛。那罗德他所有的一切财产就在那一夕间整个就都没了。那而且最惨的是，那他的家人可以说基本上可以说是家破人亡。那最后连他的妻子都变成盐柱，有没有？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那当我们人选择安定，导致罗德他就堕落，甚至几乎就是灭亡。所以我们也可以知道，后来的罗德的这个家族，因为他们后来去躲避那个审判，那他们住到山洞。那罗德他的2个女儿就跟他的父亲同房，生下哪个民族？忘记了，想一下。摩押，摩
摩押这个民族就是罗得他的这个子孙，哦，但是后来上帝也要灭摩押，所以这个民族几乎就是没了，哦，所以我们可以从那个当中，我们可以知道，那不单单是只有这样子的一个故事，我们也可以从大卫他在什么样的情形堕落，他跟拔示巴的这个淫乱的这个记载里面，他在一个安定的日子里面。在那个经文里面，我们从那个第撒母耳记下第11章这边提到，那个时候刚好就是一个春天的季节，是所有诸王出战的时候。大卫这个时候，上帝让他安静，所以说那个他只要派着那个元帅出兵出去，他一个人可以那个在王宫非常的快活，所以大卫他就很安定的、很安逸的。每天在王宫里面，哦，那个非常的安逸，安逸到什么程度？安逸到他可以睡觉睡到黄昏。整个早上睡到黄昏，睡到黄昏他不打紧，黄昏起来了，就在皇宫的屋顶上面，就在那边东晃晃西晃晃，哎呦哇，看到有一个美女在洗澡，哦。看到了也没有赶快说，不然赶快闪，继续看，看不够还去问人家说，帮我去查一下那个人是谁。就这样子，大卫他就犯罪堕落。那最后的结果是什么？他以这个妇人所生的儿子就跟着相对的，就因此这个孩子也要跟着死。就圣经告诉我们在阿摩司书里面提到，阿摩司书里面他说，在锡安安逸，在撒玛利亚山安稳，为列国之首，具有名望，且为以色列家所归向的，有祸了。直接讲，安居无虑的百姓有祸了。那我们再看还有没有这样记载，在士师记。在士师记里面有提到一个拉邑这样子的一个地方，这个拉邑的居民，他原本是过着一个安逸的一个无虞的一个生活，他甚至毫无防备那也没有抵抗能力，那个抵抗但支派的那个攻击，所以那个但支派呢就很轻易把他们打败，那而且把他们城中的人都杀了，又烧了那个城那。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个当中就开始知道，就是安逸，结果就会把我们毁灭。这个是特别在这个箴言的第1章32节这边，他提到说：愚门人背道，害死自己；愚昧人安逸，自取灭亡。所以安逸好还是苦难好？圣经里面写了好多。那我们还反观，我们来看看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他在迦南地，他在那边，那个罗得，他既然选择了那个约旦河的这个大平原，所以呢，他没办法，他就只好说这个侄子一点都不留给他所以他只好那我还是选择这个迦南地。迦南地其实是上帝赐给亚伯拉罕的地，他很忠实的就在那个地，他就在那边那个定居。但是因为他是牧羊的，所以呢，他是逐水草而居，所以他的生活是一个不断的一直在那个牵动的，所以你就可以你一个不安定的生活，它的结果就是怎样？他需要更多的来依靠上帝。上帝对他说什么？上帝从一开始他要出乌尔的时候，上帝就说你要离开你的父家你的本家本地，你的父家，去到我所要你去的地方。他根本不知道他要去哪里，但是他因着信上帝，他就倚靠上帝。那他就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形底下，他跟上帝的那种信心，他对上帝的信心就越来渐渐的增加，最终他后来成为了一个信心之父。那所以我们可以从亚伯拉罕他这个成为我们的一个很好的一个看见。
回来再看大卫，大卫其实他在早期的时候，他也是过着一个不安定的日子哦。他曾经在这个不安定的日子当中经历上帝。他在被扫罗王追杀的那个日子里面，他天天在躲藏着这个扫罗王，他过着一个很不安定的日子。可是他却是在那个当中经历上帝一次又一次对他的保守跟眷顾。你可以想象说，扫罗王去到那个地方在追索他，去到每一个山洞去要寻索他的命。哪知道他躲在山洞里面，那扫罗王竟然找不到他，甚至扫罗王去大解的时候，那个大卫就在那里，就在他的旁边，还把他的这个扫罗王的衣袍给他割一角，说：“你的命就在我手上。”可是大卫他仍然是尊荣上帝所膏的仆人。扫罗王说他没有害这个大卫那个扫罗王的命，但是大卫却是这样一路的经历上帝的那种眷顾跟保守底下，他对上帝的那种信心就越来越增加。因为这样子一个不安定的日子，所以大卫他能够写下那么美丽的一个诗篇。在诗篇第18篇里面，他在那个地方他说什么？他说：“我求告当赞美的耶和华，我必从仇敌的手中被救出来。”如果一个人他没有经历这些，他写不出这个啊。他当那个死亡那个临到他急难，他在急难当中求告耶和华，耶和华就垂听他的祷告。所以大卫他写出这样的一个信心的诗篇，不安定使我们的信心加增，而且我们能够常常在那种不安定的当中去经历到那个上帝的真实的存在，对上帝的那个信心的那个增加。所以苦难它就好像一个化妆的一个祝福，帮助我们能够更多的来认识上帝的话语，也帮助我们认识上帝的他的那个真实的存在。所以圣经里面有许多被主大用的人，都是这样子在经历苦难。我们来讲另外一个例子，就是约瑟。约瑟他在还没有成为宰相以前，他经历了许多的苦难。他本来他是他家中那个父亲所宠爱的那个唯一的那个最小的儿子，可是哪知道因为这个兄长嫉妒他，转眼之间他就被兄长给出卖了。他流落到埃及，成为那个波提乏埃及的那个这个侍卫长的家中的仆人。那又好景不长，在那边做得好好的，没事，又被他的祖母他的这个主人的这个太太给冤枉，那就从奴仆又变成囚犯。那他就在牢里面，那就在那边待。那好不容易刚好有王的这个善长跟那个酒政被关在里面他就服侍善长跟酒政，而且还帮这个善长酒政给他那个解梦。哇，他帮助了这些人，你看这些人出去了，竟然忘了约瑟的存在。约瑟他经历了那么多的这些事情以后，就在一夜之间，约瑟从囚犯变成了埃及的宰相，而上帝给约瑟的梦也就在这个时候得着成就。他原本他的梦是什么样的梦？他原本他所做的梦是他所捆的那个稻禾他的兄长的所捆的稻禾要那个拜他所捆的稻禾。那他另外一个梦是他看见那个像太阳他那个父亲像太阳一样，他的母亲像月亮一样，他的其他的兄长像星星，在拜着像他那个代表他的那颗星星。如今等到他那个成为埃及的宰相的时候，你可以想象中这个中间过程，他从得着那个梦，一直到这个真实情，那中间过了几十年。上帝，我们只能说，上帝的应许成就之前，那个看似是重重的苦难，但是上帝的带领，我们要说的是，上帝的带领是绝不务实，只是中间你要经过苦难，
但你愿不愿意更多的来去艰辛的倚靠神？当你愿意更多的来艰辛倚靠神的时候，你就要看见你那个苦难，它后面要带来祝福。那在人所看为不可能的事情，上帝显出他的作为跟他的荣耀。所以我们可以从另外一个例子，就是保罗跟希拉。保罗跟希拉他就被差遣去传福音，在外邦，那也都非常的有果效。结果被人家嫉妒，就被人家关在监牢里面。那在这种苦难的环境里面，他在监牢里面，他不单单被关着，他甚至是手跟脚都被铐着。你可以想象，旁边还有那个军官军兵在那边给他看守着。结果他就在牢里面经历上帝的大能。他就在使徒行传里面他说什么？他就在夜间，那个上帝就让那个监牢的那个地基整个摇动，就是地震而且是牢门整个就被震开了。不仅如此，所有的监牢的那个囚犯的这些锁链全部都被解开。哇，这下子禁足，他想说这下子惨了，那决定先自杀。哪知道保罗在那个当中，他说，请不要伤害自己，因为我们没有一个人离开。所有的这些囚犯都跟保罗在一处，他们在那边唱歌赞美神。这个禁足这一家，他们就因此得救。那圣经的例子一再的来向我们表明，就是苦难对我们是好的，使我们能够经历上帝，而且帮助我们信心增加，那也能够彰显上帝的荣耀。那么我们应当要怎么去面临我们的苦难？这个是一个我们需要好好的来去想的问题。我们在面对苦难的3个态度，第一个就是不怕苦难，第二个是面对苦难，再过来要战胜苦难。我们不能说拒绝苦难，所以我们需要的是说，当苦难来临的时候，我们没有什么惧怕，而且我们不单单没有惧怕，而且我们可以直接面对着苦难，因为我们有从神来的应许，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说凡是就是让我们所经历的，临到我们所遇到的每一件事情，都有神美好的心意，因为那个后面有一个更大的祝福在那个地方。所以我们不单单只是停留在苦难，我们最怕的就是我们停留在苦难。我们需要的是不怕苦难，面对苦难，再过来呢，我们要去战胜苦难。所以我们需要在这个世间，我们一定会去面对苦难，但是不论我们愿意或是不愿意，我们要知道的是，若我们害怕，我们就会被苦难给吞吃下去。因此我们要的是，我们要去面对它。而且圣经他说我们就像什么？他说我们像老鹰一样。圣经里面他告诉我们说，我们就像老鹰一样在这边。那我们不是鸡耶。当我们面对了看见那个风暴的时候，我们要像老鹰一样什么？就看到那个风暴，我们不是躲，而是迎向那个风暴，展开翅膀，那就帮助我们飞得更高。我们可以高过那个风暴，等于是像跨越苦难一样。我们可以迎向那苦难，展翅高飞。我们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也像狮子一样，我们不是像老鼠。面对的苦难的时候，我们不用逃跑，而是要运用我们的权柄。我们的权柄，因为我们是上帝的儿女，我们有从神来的应许。他说：“凡临到我们的，我们没有任何的惧怕，因为神他要赐给我们的能力，超过我们所给我们的这些所面临的任何的苦难。所以我们可以应用这些权柄去战胜这些苦难，而且我们有一个更大的权柄是神，他要我们的是，他要我们能够预备好我们自己。再过来呢，我们做简单的事情，神做那困难的事情。”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苦难既然是对我们有益，那在各种苦难当中，我们就应该要把它当作是一种可以使我们得着喜乐的
在雅各书第1章第2节里面，他说：“我的弟兄们，你们遭遇各种的试炼的时候，都要认为是大喜乐。”当我们面对着各样的苦难的时候，当这是一个喜乐的时候，当我们在苦难当中，我们能够喜乐，我们就能够得着力量。在这个尼希米书里面，他特别提到：“耶和华因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所以我们就可以很清楚的知道，这一些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应许，而且神是我们的喜乐，是我们的帮助，是我们最大的力量。所以我们在面对着这一些的时候，我们苦难当中的这个喜乐，是对上帝有信心的一个表现，就胜过苦难，而且怎样？因信心使我们能够胜过这个世界。苦难，它是一个看起来好像是一个让我们感到受苦的东西。我们要给它想象成苦难，其实就像什么？就像补药一样。人家说良药苦口，所以苦难它是个补药，它不是个毒药。所以我们要把苦难整个怎样吃下去。虽然吃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苦，但是在整个过程当中，我们却会经历这个苦难当中所带出来的喜乐，甚至是我们到最后是享受。为什么享受？是因为我们有从神来的能力与我们同行。所以当我们经历这个苦难，我们就享受那个苦难，去经历那个喜乐，并且在那个当中，我们就看见神一路的带领。所以我们要把那个苦难像当饼干一样给它吃下去，就如同在以赛亚书第30章里面说的：“主虽然以艰难给你当饼，以困苦给你当水，你的教师却不再隐藏，你的眼睛必看见你的教师。”所以我们要把苦难当饼一样给它吃下去，当水一样把它喝下去。因为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就要看见我们的生命要得着成长，而且这里的应许是什么？我们要看见上帝。当我们回想我们过去我们在我们的所经历的各样的苦难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上帝他借着苦难带给我们的是什么？带给我们的是那个机会，是什么样的机会？是得着启示的机会，是帮助我们突破的一个机会，帮助我们成功的这样的一个机会，甚至是一个得胜的机会。苦难不单是使我们得益处，也是使别人因我们得益处。我们可以想象说，当一个母亲她生产的时候，她在那个临产的那个时候，是一个最痛苦的时候。但是当那个婴儿生下来的时候，是带出一个新的生命，就带来喜乐。因着耶稣他在十字架的那个苦难，他就带给我们救恩，赐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所以当耶稣他在十字架上面的鞭伤，那我们就得着医治。在哥林多前书这边不是，应该是刚刚前面这个才是。因着耶稣他在十字架上面鞭伤，我们得医治；因着耶稣他在十字架上面的这个惩罚，我们得平安。同样的，我们所受的这些苦难，也能够带给别人安慰。在哥林多后书第1章这边有提到，你可以想象说，我们所经历的各样的苦难，当我们跨越了，当主带领我们跨越了那个苦难，我们胜过了那个苦难。当我们周遭的人他有跟我们有相同的一样的这种处境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成为别人的帮助。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是能够不断的在我们所遇到的各样的苦难，我们是胜过那个苦难，而且能够成为许多人的这些帮助跟力量。那我们从保罗是一个可以说是经常经历苦难的一个人。我们可以从他的这个苦难当中，他对苦难他做了一个结论。他说什么？他说苦难曾经让他感到难受，以至于保罗他曾经在这个书信里面他说，他3次求主将那个苦难移去。不管这个苦难是
什么？但是保罗他在那个地方，他感到非常难受，他求神，主啊，你将那个刺移走，将那个苦难移走。但是上帝有没有将他所面临的各样的苦难移走？没有。他只有对保罗说什么？他只有对保罗说，他说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保罗他在这个地方，当他在面临苦难的时候，原本那个苦难仍然是存在的，但是保罗他后来他看待苦难的观念，他就开始不断的改变。他发现到他上帝会给他足够的恩典，而且他的软弱使他能够经历上帝的大能。因着他的那个整个的观念的改变，他对那个苦难的感觉也跟着改变。他不再因着这些苦难而感到痛苦，反而是视苦难为可喜乐的。所以果真他后来他经历到上帝的信实，所以他说什么？他说，因为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我们常常求上帝改变我们的苦难，然而上帝却要借着苦难来改变我们的生命。那在苦难的当中，保罗他是一个不断的经历到基督，而且更认识基督，以至于保罗后来他可以说他得以那个就是说说讲，他说这些苦难得以让他来那个认识基督为最宝贵的事情，也就是在3章8节里面他提到的。在这个地方，保罗他一开始他就提到，他说不但如此。什么是不但如此？保罗他在这个地方他说既然他讲不但如此，显示他后面所要讲的事情是更进一步的他的一个舍弃。他说怎样？不但要将先前以为他对他有益的当作有损的，而且要怎样？将万事当作有损的。然后我已把万事当作有损的。这个万事的这个范围包括到什么？它是如果我们去翻圣经，在这个第8节的地方往前第7节，第8节那个跟第7节你去做一个比较，那个范围更大。它包括了什么？在万事里面是不单单只是那些有益的，是包括了那些有损的。什么东西？就是那些包括有害的事情，或是未必有害的事情。但是一个主要的，就是只要阻碍了保罗认识基督的，他都当作是有损的，他就都当作是有损的。所以可见基督徒我们在行事并非只是看着圣经明文是否有记载而已，我们乃是还要看着那件事情，我们所遇到的这件事情是否拦阻我们去认识耶稣基督。他让我们凡是拦阻我们去认识基督的事情，即使原本这件事情是一件好事，也要看它是当作是有损的。这个不是一条的那个律法或是一个道理，而是或是说这个律法要把人说服，一定要这样子去遵行，而是在乎个人的选择。保罗他在这个地方，他选择是怎样？因为是他自动自发的，是因为他对基督的那种认识增加了以后，他自然而然产生的那种生命力，他不是被逼的。所以他在这个地方他说什么？当作有损的，当作有损的。什么是叫做当作是有损的？就是保罗他不够。他不仅仅能够不爱这个世界的这种秘诀而已，我们有许多的时候，似乎我们丢不下这个世界，原因是我们还没有看它当作有损的，我们没有把这个世界看作是有损的，所以反倒我们常常把这个世界有很多的事情，我们看作是可爱的，是可喜悦的。我们还没有将这个世界的这个真面目整个看清楚，所以
这个地方，但保罗他既然能够将万事当作是有损的，那丢弃有损的事物，当然他就不觉得有任何的困难。所以能否去丢弃这些阻碍认识基督的这些万事，在乎于这个世界是否有属灵的看见。这种看见就是跟认识基督有一个很密切的关系。认识基督越多，这对这个世界的这种虚空也就认识得越来越清楚。保罗在这个地方他就指出了基督徒那个灵性长进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不是受鞭策，而是被吸引。在雅各书里面他提到说，愿你吸引我跟随你，不是受鞭策的，而是被吸引的。我们的长进在乎主他对我们的那种吸引，而主对我们的那种吸引却与我们对主的那种认识跟他对我们的那种爱有关。所以我们可以想象说，一个做父母的当你在这个你的儿女他开始在学习走路的时候，我们当中有在座还有这些小朋友的，当你这个孩子他还在从爬的阶段开始要往学习走路的时候，我们常常会有那种宝宝那种爬行比赛。那我们会发现到说，父母常常会拿着什么东西来让这个宝宝爬行爬得越快，是不是？不是拿着玩具，就是拿着糖果或者拿着他喜欢吃的东西去吸引他，让他能够快的跑到终点。所以我们也是一样的，基督徒我们需要的是把这些就像那个耶稣基督对信徒的这种引导也是这样子。当我们不断的被主吸引的时候，那我们就可以这样子快跑的来到主的面前。所以他在这个地方，保罗特别他又提到，他说什么？他说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我们注意这个地方他提到的是一个已经，说明了保罗他原本在这个上半节，他在这一节的上半节他所说，他说我已将万事，我已把万事当作是有损的。他并非只是他口里说他所讲的的一个道理而已，而是已经成为事实的一种经验。他已经丢弃万事，而且是这样。他在这个地方他说后面一句，他说看作粪土。看作粪土，我们如果比较我们前面所说的当作是有损的，他更进一步看作粪土，就是他能够丢弃万事那种万事的一个力量。所以基督徒要是真能够把一切的拦阻，他认为那种拦阻他去认识基督的这些事情看作粪土，那么要丢弃这样的事情就毫无困难的。那有什么人能够要别人催促他肯去丢弃那些粪土呢？他如果真知道说他自己所紧握的这些东西不过是粪土，那必然他毫无困难的就会直接的丢弃，而且是赶快的远离他。那有些人以为基督徒好像那个很无故的去把许多的这些事情都算为是有罪的，所以这个也不能做，那个也不能做，把自己局限在一个很小的一个生活的这个圈当中这是一个完全的一个误会基督徒的一个生活的一个原则。基督徒丢弃许多的这些罪恶的这个事情，无需很勉强很吃力，是由于认识了基督，又认识了在这个今世当中的那个最终之乐，它是有损的，是污秽的，他自然愿意去丢弃。所以在这个地方最后他提到，他说为要赢得基督。为要赢得基督这句话的意义是包括了什么？是包括了初步的认识，还有更深的去赢得基督。那保罗他在丢弃万事的那个目的是为了要赢得基督。请注意在这个地方，若保罗他仅仅只是丢弃万事，而并不为了要得着基督，那这样子的一个丢弃是一个消极的，而且是一个没有意义的。
就如同如果有人他丢弃万事，又把他的家产全部都全数捐给那个寺庙自己去消化为生为尼，他确实有丢弃万事，但是他并没有赢得基督啊。那这样子的一个丢弃万事是没有那个价值的一个丢弃。舍弃跟赢得成正比例，这是一个属灵的一个定律。更多的舍弃今世的这个罪恶跟他的虚荣，就能够更多的赢得基督。所以保罗他将这个万事跟基督来做了一个比较，他立刻将那个显出那种万事像瓮土那一样的在认识基督的这个道路上面是一个毫无价值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好好的来去思考，苦难让我们看见上帝的大能跟恩典。那最终的是，它可以让我们在那个当中，我们能够去感受到自己的不足、自己的软弱，我们愿意更多的来谦卑。最终，保罗他不再被那个苦难的环境所影响，他找到了一个平衡点，那个就是什么？他不论在任何的环境底下，他都不管是在安逸或是在苦难当中，他都要靠着耶稣基督而得着能力。这个就是我们在腓立比书第4章里面这边所提到的，我们一起来读好吗？我并不是因为缺乏而说这话，因为我已经学会了，无论在什么情况都可以知足。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我都在任何情况，我都得了秘诀。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然而你们能和我分担忧患，是一件好事。在整个这个腓立比书第4章里面，保罗很清楚的，他关键不在于安逸，或是安逸好，或是苦难好，安定好，或是不安定好，而是我们是否能够在苦难的当中，我们不埋怨上帝；我们在安逸当中，我们不忘记上帝。不论在任何的光景当中，我们都能够更多的来依靠上帝，并且去经历上帝。我们就要能够有从神来那种得着那个从神来的能力。所以我们有3个问题可以让我们在这个礼拜我们好好的来去思考。第一个问题，我们对待苦难的观念会直接影响我们在苦难当中的反应跟决定，还有感觉跟态度，并所采取的策略跟行动。那我们应该要如何的来看待我们的苦难？那我们有没有正确的来看待苦难？第二个问题，我们可以好好的来默想，到底是苦难好还是安逸好？那我们目前的状况是出于苦难还是安逸呢？那我们有没有从苦难当中得着益处？若我们一直只有停留在苦难而没有得着益处，那样的苦难事实上就很没有意义。我们需要透过苦难当中，因着我们倚靠神胜过苦难，我们就因此得着益处。第3个问题，为什么苦难当中还有喜乐？那我有这样子的一个经历吗？那保罗他在任何的他那个如果如何在保罗如何在那个苦难当中去经历基督、认识基督？那我们在苦难当中有经历过那种生命的突破，更认识上帝吗？这个是一个我们可以好好的来去思考的问题，好不好？这个时候，让我们透过我们所唱的这个回应诗歌，我们一起来透过这一首诗歌，再一次我们来对我们的神、我们的主再一次来宣告，我们相信耶稣是我们的好朋友，他为我们舍命，使我们能够进天国。我们先来唱华语的一遍后面会来唱台语的。我相信耶稣是我的好朋友，他为我舍命，使我能进天国。我相信天
的阿爸父，他好疼爱我，他以慈爱安慰我。我相信神灵是我的安慰者，他时时同在，温柔地牵引我。我相信生命充满美好计划，一生敬拜你，活出最美的旨意。我相信，我相信，打开心门来接受，选择这上好的福分，不回头。我相信，我相信，我的生命已不同，一路上有主来陪伴我，永远不离开我。我相信耶稣是我的好朋友，以下的中用万花名来修赎。我相信天父是我的阿爸爸，伊是在听我，伊用慈悲款待我。我相信，相信是我的安慰者，伊是叫温柔的同在来看舍。我相信，生命充满美好计划，以至伊相随，我要一生跟对伊。我相信，我相信，我相信，心可以也有福气，上天最上好的道路不偏离。我相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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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帝也。他看我。
信，我相信，我相信，我相信，最爱我的就是阿爸父，他看我为宝贵。让我们一起同心来祷告。爱们主，我满心感谢赞美你。主啊，是的，我们不追求苦难，我们不追逐苦难，但是当我们面临苦难的时候，主你却要成为我们最大的帮助，因为这是主你所应许的。求主你就照着你的应许，带领我们跨越我们生命当中那每一关的苦难，让这些苦难成为祝福。虽然这个过程当中，有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我们还要经历多久，但恳求亲爱的圣灵，不断的来引领我们、带领我们，好让我们能够更多的来坚持、坚定倚靠主你，好让我们能够跨越我们生命当中的这些难处，好让我们去经历到主你那你丰盛的恩典跟你的应许，在最后的那个祝福，真实的临到我们每一个生命的处境，好让我们不断的去经历主你的丰盛，主你的恩典满满临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感谢耶稣，赞美耶稣，祷告不配，奉主圣名祷告，阿门。这时让我们依然站立，我们使用我们用那个使徒信经，我们一起来认信我们的信仰。我们一起念：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他从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彼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与死人。我信圣灵，圣而公的教会，圣徒的相通，罪的赦免，身体的复活，永远的生命。阿们。请坐。这时我们同心来奉献，主喜悦、甘心乐意的奉献。若有第一次来不知道奉献意义的人，可以不用奉献。我们请佩瑜跟简秀梅执事来实现。请起立，我们一起来读奉献的诗。感恩的心归给至圣全能神，因他赐下独生子主耶稣基督。
请坐。我们一起来读本周的金句，我们用和合本来读。请，只是我先前以为对我是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的缘故而当作是有损的。腓立比书3章7节，我们再一次。只是我先前以为对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的缘故而当作是有损的。腓立比书3章7节。好，这时我们来报告。不知道有没有新来的朋友来到我们当中？好，那没有的话，那我们现在来进行报告事项。第一点，本主日为总会所定的社福事工关怀主日，请为总会社福机构结合教会推广福音、社福并行的福音事工来关心代祷及奉献。第二点，6月25号小会决议事项，接纳诚心会个案补助案。第二，以及接纳有关本会教会拟申请协会之后的后续案。及第三点，接纳总会客家宣教委员会事工奉献案。第四，接纳神学生林正中的退保案。第五点，接纳神学生林正中实习结束鼓励案。第六点，接纳竹中以马内利教会建堂募款案。第三大点，6月26号长执会决议事项，第一点就是接纳6月份的收支月报表。第二点，接纳教会的树木修剪清理案及接纳冷气清洗保养案。那肢体代祷的肢体消息的部分，第一点，7月18号在台北中山教会有举行七星宗会召开的宗会会议，那由我们教会的牧师及长老奉灵会及长老双方每代表我们教会来参加。第二点，9月9号到10号在嘉义的名都观光度假大饭店举办遇见走进幸福的适婚年龄的青年联谊活动，欢迎26岁到40岁的适婚的基督徒青年能够参加。那详情请看公布栏。第三点，9月23号到24号在台南鸿运文创中心，那总会的妇女事工举办了100年庆典活动，那邀请我们的姐妹们报名参加，那详情请洽妇女团契会长赖碧爱。那再来就是有关教会的代祷事项，那请大家参阅我们的每一周的牧会函，来请针对上面的部分来为我们来线上祷告。再来就是教会的上周出席奉献及侍奉表的部分，请各位参阅。那有侍奉的部分，请大家就安排自己的时间来服务。再来是会计报告，也请大家参阅。那如果周报上面有错误的部分，请向我们的财务同工来回报。那以上，那牧师有好。这时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感谢你，主啊，你是我们荣耀的主，是救我们脱离困苦和灾难的主。主啊，我们要向你感谢。主啊，随着时间的度过，疫情的状况也日趋稳定，我们感谢你。但仍有许多的人在痛苦当中，在病情当中，求主能帮助，也保守那些受到疫情灾害的孩子们，请为他们来代祷，也请求主来保守我们这些孩子们。主啊，我们非常的恳求你。主啊，也请你看顾我们，在面对疫情的时候，我们不会惊慌，我们可以用信心和最好的准备来一起面对疫情带来的威胁。主啊，我们求你帮助。主啊，我们也要为这个世界以及我们的国家来向你祷告。主啊，你是慈悲爱我们的上帝呀，也是我们教导我们信仰的神。主啊，你教导我们要彼此的互相照顾，彼此的关怀。
但是我们常常在软弱中会离弃主，我们常常会越来越贪心，我们也会越来越骄傲，我们会把自己看作比神你还要大，我们常常用自己的行动、自己的想法，自私的去挑战这个我们周边的人。主啊，我们是何等的软弱！主啊，我们渴望你的国降临，我们渴望你的旨意能够降在地面上。请你消除我们每一个人内心的自私贪婪，求你的国能够降临。我们何等的渴望你降在我们当中，让我们能够合一的在你的面前。主啊，我们要为我们的教会来向你祷告。我们请为我们教会70周年即将要献堂的意向，主啊，我们何等的渴望来向你献上祷告。但主啊，这是何等的需要挑战的事情，请让我们有合一的心，让我们晓得我们教会未来该何去何从，我们要成为怎样的一间教会，让我们能够用真正属神你的旨意，你期望的事情来教导我们，我们要如何来做这样子的教会，来怎样成就你，让我们周边不论是社区的人，或是不认识你的人，或是有需要的人，能够透过认识神，能够更明白神你对我们的教训跟教导，让我们来看到你的祝福跟你的爱。主啊，我们也为教会的身体有病痛的兄弟姐妹来献上祷告。主啊，我们有很多人身体的不舒服，有内心的，有肢体的。主啊，请你看顾医治我们，请你保守我们每一个需要的人，让我们的心能够合一。主啊，请你保守我们，我们这样祈求祷告，都是奉靠主耶稣圣名的所求。阿们。那我们一起来唱祝福的诗歌，来彼此祝福。唱完诗歌，请林牧师为我们来祝祷，请我们起立来唱。上帝的祝福，他们的主满心感谢你，透过我们今天所领受的话语，主你再一次来提醒我们，苦难不是一个咒诅，而是一个祝福。它后面要带出主你那莫大的能力，要彰显你的荣耀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愿你照着你的自己的心意，就成就你的心意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让我们能够不断的
生命一直不断的跨越这个生命当中的各样的难处，因着我们愿意专心的倚靠你，主你就带领我们跨越我们生命当中的各样的难处，好让我们的生命是一个不断的更新，一个不断的更多的来认识你，去经历主你的这样子的一个生命。愿是平安的上帝亲自使你们完全成圣，愿你们的灵魂体得蒙保守，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来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责。那召你们的本是信实的，他必成就这事。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世间的末了。阿们。阿门。弟兄姊妹，请坐，默祷闭会。